大家好，我係阿茄，今次會帶你去羅湖喜木養生館做頭療，129蚊就可以做60分鐘，仲會配合生薑精華，好有特色。我朋友會試下中醫推拿同足療，全場免小費，仲有港幣兌人民幣1對1嘅優惠，送埋糖水同生果。想知道就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我哋一齊出發啦！呢間養生館好近國貿站，位置好方便。由羅湖搭地鐵1號線到國貿站，然後揾 E 出口，上到地面之後向後邊嘅方向行，對面就係金光華廣場。跟住向右直行，唔使1分鐘就嚟到國際商業大廈東座，再搭 lift 上4樓，出到嚟轉左，直行到尾就到咗喜木養生館。一入到嚟呢間小店，就有一種舒服又溫馨嘅感覺。呢度裝修簡約，有家庭式嘅親切感。休息區好闊落，梳化好舒服。一陣按完摩，可以喺度食生果同糖水。呢度有足療區，啲足療凳都幾大張。有 SPA 房係獨立房間，仲有頭療區喺同層嘅另一個單位，亦都有獨立嘅沖涼房。今次我會試下頭療60分鐘129蚊，我朋友就會做足療60分鐘90蚊。佢最近有啲腰痛，所以會試埋中醫推拿正骨60分鐘199蚊。呢度係全場免小費嘅。如果充值做會員，更加可以有港幣兌人民幣1對1嘅優惠。呢度嘅頭療區有5張頭療床，有啲有客人用緊，拉咗簾可以形成返一個獨立空間，仲有梳妝台可以吹頭。首先技師幫我做頭部按摩，跟住用撥筋棒輕輕按摩頭部嘅穴位，可以有效舒緩頭痛同壓力。佢嘅手法好細緻，好溫柔，令到我個人慢慢放鬆落嚟。之後開始幫我洗頭髮，佢亦都會問我水溫啱唔啱，係幾細心。一邊洗頭一邊用手指按摩我嘅頭皮，感覺幾舒服。之後會用有生薑成分嘅按摩膏幫我按摩肩頸位置同頭部。技師話呢樣係鋪頭嘅招牌，可以促進血液循環、去頭風同驅寒去濕。按完之後覺得皮膚有啲熱，仲有少少辣辣地。呢部係頭療機，用水循環嚟清洗頭髮，一條條水柱慢慢咁流去我嘅髮絲，水流好溫和，好似做緊一個小型嘅水療，真係好放鬆。然後佢會用一個外形好似八爪魚嘅按摩器，輕輕咁按摩頭部。呢個按摩器能夠深入細微嘅部位，幫助舒緩緊張嘅肌肉，感覺非常舒服。呢個頭療大約60分鐘，成個過程都好享受，可以減輕平時工作嘅疲勞感覺。做完頭療之後，技師仲會幫我吹頭，頭皮真係清爽咗好多，成個人都精神咗。之後到我朋友做推拿正骨，頭先店員話會安排中醫師做推拿，師傅首先檢查下佢身體狀況，會摸下背脊脊椎唔同嘅位置，了解有冇啲不適部位。佢會用專業嘅手法針對肩膊、腰部等部位進行調整，改善一啲痛症問題。亦都會幫佢按摩對腳，鬆一鬆筋骨，仲會按摩手臂、手掌同埋肚嘅位置。
師傅話摸得出佢腸胃唔係咁好，最後會按摩頭部放鬆一下。我朋友話推拿之後腰部嘅緊張感明顯減輕，成個人都輕鬆咗好多。跟住就做埋足療，一開始技師就幫佢一邊浸腳一邊按肩頸，按得都幾到位，可以按到膊頭酸軟嘅地方，亦都做咗好多拉筋嘅動作，令到膊頭變硬咗嘅肌肉放鬆。比較特別嘅係開始按腳之前，佢會將生薑竹貼放喺膝頭，咁樣可以幫助驅寒祛濕。跟住就可以開始按腳底，沿住經絡做按摩，可以按壓到唔同嘅穴位，每一下動作都相當到位，特別係針對嗰啲容易繃緊嘅部位。朋友話好舒服，對腳鬆咗好多。薑蓉嘅熱力加上按摩，令到對腳感覺暖暖地，可以舒緩身體嘅疲勞。技師好細心，連腳趾都唔放過，逐隻按得好仔細，按摩一下腳趾嘅穴位，跟住就幫對腳做埋磨砂。做完之後真係滑咗好多，尤其係腳板底嘅位置。技師同我講，佢哋會推出一個新療程，叫伏龍脊。佢哋會即打新鮮薑蓉，用嚟敷上背脊，可以加速血液循環同埋祛濕。大家有興趣可以試下。最後出返大廳食糖水同生果，呢個糖水有埋湯圓，係芝麻湯圓嚟，軟腍腍幾好食。生果都幾新鮮，仲有零食同養生茶。我係阿茄，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